成日想去深圳睇中醫，但係又唔知去邊度最好，真係好頭痛。有冇人可以幫下我啊？ Hello，大家好，我係 Victor。嗱，上次我哋就拍咗一條影片啦，就講關於喺龍崗咧北京大學深圳醫院嗰度睇醫生，咁亦都引起有啲朋友嘅關注嘅。咁有啲朋友就話：喂，嗰度嗰個地點比較遠喎，有冇啲近啲㗎？又或者上次個收費係300蚊，其實都屬於貴定唔貴？嗱，咁咧我就今次咧就一次過介紹4間醫院俾大家，都係中醫院嚟嘅。咁佢哋嘅排名咧就喺網上面係最高嘅。咁一次過俾晒4間，咁亦都有一啲咧個 location 咧個地點係會比較近啲嘅。咁就希望幫到大家。好，let's go。睇片前記得訂閱我個 channel，我個 channel 叫咩啊 ？Victor 多樂士。今次要介紹呢4間中醫院咧，係喺深圳，咁亦都喺唔同嘅網站啦，同埋 AI 嘅工具咧去搜尋，先至揾到呢4間最評分最高嘅醫院。咁咧而家我就不分先後同大家分享，但係去到影片最尾，我會話俾大家聽邊一間評分係最高，所以大家一定要睇到尾啊！第一間中醫院我哋要介紹嘅就係深圳市中醫院。佢個地址喺福田區龍華路1號。如果你搭地鐵嘅話呢，你係可以喺華強路站落，又或者喺福星站落都可以嘅。咁落咗之後呢，大概行5到10分鐘呢，就到醫院㗎啦。深圳市中醫院係國家中醫臨床研究基地，純正中醫嘅正規軍。作為專科嘅中醫院呢，佢中醫藥嘅氛圍濃厚。傳統嘅診療手段咧都非常嘅全面嘅，喺肝病科咧亦都係國家重點嘅專科，喺全國都享有盛譽。針灸科啦、腎病科啦、脾胃科咧都係省級嘅重點專科。醫院對中藥嘅藥材控制咧好嚴格，煎藥服務咧亦都備受好評。佢嘅口碑非常之高，被認為係深圳中醫嘅權威，尤其是喺傳統中醫領域。根底深厚。第二間醫院我哋要介紹係廣州中醫藥大學深圳醫院，佢個地址喺福田區北環大道6001號。如果你搭地鐵喺福田口岸搭比較方便啲，去到梅景地鐵站 A2 出口，徒步340米就會揾到廣州中醫藥大學深圳醫院。廣州中醫藥大學深圳醫院咧係一家由福田區政府啦同埋廣州中醫藥大學合作共同建設嘅3甲中醫院。近年嚟咧發展得好快啦，口碑亦都提升得好快。由於佢背靠廣州中醫藥大學，有大學嘅專家教授定期前嚟助診啦，醫療資源有保障。醫院亦都提供咗體質辨識同埋健康管理服務啦。康復科同埋婦兒科咧實力咧都好好嘅。由於醫院係較新，所以咧佢個環境啊同埋服務流程咧都比較更加現代化同埋人性化。咁適合咧注重咧保健啦同埋健康調理嘅居民咧嚟到咧去睇醫生嘅。由於佢喺福田區啦，所以咧都比較係方便啦。口碑亦都好好，患者對醫生嘅專業態度同埋治療效果咧，都有一個好高嘅評價。第3間要介紹嘅醫院係寶安純中醫治療醫院，佢個地址喺寶安區來安路99號。如果你要嚟呢間醫院咧，會喺深圳灣口岸搭車咧，會比較方便。去到平聯山站落車，車程大概40分鐘。寶安純中醫治療醫院係一家全國比較罕見堅持以純中醫治療方法嘅醫院，非常之有特色。佢哋嚴格遵從中醫嘅理論，主要係用中藥啦、針灸、推拿、拔罐等傳統嘅療法，極少使用西藥同埋西醫嘅手術。喺中醫個外科、婦科、兒科、疑難雜症嘅純中醫治療方面呢，有獨到之處。佢哋亦都匯集咗一批熱衷於純中醫治療嘅醫生。適合咩人群去睇呢間醫院呢？堅信中醫理論啦，希望完全通過傳統中醫方法治療疾病，又或者喺西醫療效唔理想之後，想試下用中醫嘅患者，佢哋都擅長小兒哮喘同埋過敏性疾病，治愈率居全市首位。
第4間要介紹嘅醫院叫做北京中醫藥大學深圳醫院，佢個地址係喺龍崗區龍興路47號。建議你哋喺福田口岸上車，然後搭到去龍城公園站落車，然後喺 C 出口行大概10分鐘就可以直達呢個醫院。北京中醫藥大學深圳醫院係一間純中醫醫院，佢好多醫生都係師承名醫，傳統治療手法突出，亦都擁有好多係國家級、省級嘅名醫中醫，師承體系完整，傳統中醫功底深厚。佢亦都分科比較明細，例如有針灸啦、推拿啦、康復、治未病、婦科、兒科、皮膚科等。喺網上嘅評語咧就話佢呢間醫院中醫氛圍濃厚啦，醫生手法傳統，效果好好，專科好強，適合一啲想揾純中藥治療嘅病者。頭先咧我哋介紹咗4間醫院，咁可能有啲朋友話究竟邊一間最好啦？其實嚟講咧，我哋好難話邊一間係最好。因為要視乎唔同嘅情況去揾唔同嘅中醫院，喺網上綜合咗評級呢，我就俾咗少少意見咧，大家可以去參考。如果你要需要處理一啲比較複雜嘅綜合性疾病，或者信賴一啲叫老牌嘅醫院呢，你可以考慮深圳市中醫院。如果你比較看重官方證明嘅綜合實力同埋極高患者嘅滿意度呢，咁你可以考慮廣州中醫藥大學深圳醫院。如果你或者你嘅家人係兒童，要睇兒科呢，咁喺網上嘅評價就係話你毫不猶豫就可以選擇深圳市寶安中醫院。如果你想追求純正嘅中醫氛圍同埋傳統醫療手法去調理身體，咁北京中醫藥大學深圳醫院就非常適合你。由於頭先上邊嘅評價呢都係喺網上搜尋出嚟嘅，都建議大家咧自己再作評價，然後先選適合自己嘅醫院去睇中醫。跟住咧，我哋想講講個收費。喺上次嗰條影片裏邊咧，我就睇醫生就用咗50蚊咧去掛號啦，250蚊去睇醫生。咁有啲朋友就話：喂，咁其實300蚊係貴定唔貴咧？嗱，咁其實咧上次嗰個影片我都講咧，其實佢唔同嘅醫生咧有唔同嘅收費。嗱，例如你見到呢個叫主任醫生咧，佢收費咧係會50蚊，呢個我哋叫掛號費或者叫醫生費。咁另外一啲叫副主任醫師咧，佢個收費咧你見到係33蚊啦。另外仲有一啲叫主治嘅醫師，收費係25蚊。咁其實喺個價錢裏邊，你都會見到佢有分嘢。但係當然啦，對香港人嚟講，其實50蚊同33或者25蚊相差唔大。所以上次嘅影片我自己就會揀一個叫主任醫師咧去睇醫生嘅。至於藥費一定係視乎你嘅情況唔同，醫生會俾唔同嘅藥，而喺個藥單裏邊咧，佢又會列明每一種藥收費係幾多嘅，就唔係話一個大數。所以嚟講咧，你會好清楚睇到你食嘅係咩藥，每一個藥嘅藥費係幾多錢。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睇翻我上集影片去深圳中醫院睇中醫全攻略，可以喺結尾有個連結可以撳入去，又或者喺翻我嗰個影片簡介裏邊都有連結。多謝晒大家收睇，拜拜。